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嘅頻道啊。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自己比較私人嘅題目啊。點解我嚟到英國之後，由打工變做咗自僱，而且一做就做咗好幾年喎？如果你而家都係喺英國生活嘅，有返工，有份穩定收入，但有時又會諗呢一種嗰個生活啱唔啱我呢？咁今日呢一條片呢，我唔係叫你哋大家辭職唔做啊，亦都唔係話自僱一定好過打工。我只係想同你分享我自己喺英國自僱咗好幾年嗰個真實感受，有自由，有壓力，有掙扎，咁亦都有慢慢自己適應嘅平衡嘅。如果你對呢一個題目有興趣，記得 like 同埋訂閱啦。之後我會繼續分享更多關於喺英國生活嗰個自僱嘅真實經驗俾你哋大家知道嘅。其實我嚟到英國之後，有做過唔同嘅工嘅，包括有 retail 啊、office 嗰啲工啦。咁老實講，喺英國打工制度係真係好清楚，人工準時，福利齊全，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好穩定同埋安全嘅選擇。但係我做咗一段時間之後，我會慢慢覺得一樣嘢，呢一種嗰個生活模式可能未必啱我咯。唔係話打工唔好啊，而係我自己開始慢慢發現自己想要更多嗰個自主權咯，包括係點樣安排時間啦，每日做啲乜嘢啦，同埋長遠嚟講，自己係想向邊一個方向嗰個發展咯。打工係有佢一個穩定性嘅，咁但係同時有好多嘢都係已經係被安排好嘅咯，你只需要跟住佢行。但係我自己就會慢慢覺得想試下另一個嗰個方式咯。一種可以自己負責啦，亦都由自己承擔嗰個後果嘅生活咯。所以去到最後，我都係決定試下做咗自僱人士。咁我當時嘅諗法就係好簡單嘅啫。如果衰咗唔啱嘅，就再去打返份工咯。當我開始做自僱之後呢，咁第一個最明顯嘅感覺就係自由度高咗。第一，時間安排就可以自己決定幾點返工啊、放工啊、幾點休息啊。如果需要請假嘅，唔使再解釋原因，只係自己安排好自己嘅工就得啦。咁第二個工作內容呢，就係我自己鍾意做乜就做乜，自己決定啦。咁亦都係我有我嘅興趣，同客人去接觸啊，提供服務啊，同佢哋係慢慢建立嗰個信任啦。咁呢啲都係我有一個嘅滿足感喺度嘅。第三就係彈性啦。咁做咗自僱之後呢，無論你喺嗰個工作地點啊，定係生活方式啊，都比以前彈性咗好多咯。咁收入方面呢，就唔係話一定係賺多咗嘅。咁但係你唔會限死咗一個月係幾多錢人工咯。咁如果你肯俾多啲嘅時間同埋嘅心力，你會慢慢會揾得多咗嘅。咁呢啲就係自由啦。咁對我嚟講，喺打工嘅期間，你係好難會揾到呢一啲嘅感受咯。但係講清楚啊，自由一定係有代價㗎。第一就係一個好現實嘅收入係唔穩定嘅。我喺英國做咗自僱呢幾年，最深刻嘅一樣嘢就係1月份、2月份係特別靜嘅。咁有時生意好，有時亦都會好唔好。咁你要計清楚，同埋自己有一啲嘅儲備喺度咯。第二個現實就係所有嘢都要自己負責，係冇同事、冇部門，由服務、溝通、booking，仲有嗰個 marketing，甚至乎報稅都係你自己一個人去處理嘅。第三個現實就係冇福利，你病咗係冇收入，去旅行你就等於停工㗎啦。
稅同埋你俾 NI 啊嗰啲咧，都係要自己去安排。咁你自己要諗清楚啦。咁第四個現實啦，就係你會覺得好孤獨咁嘅，因為大部分時間咧都係自己一個人處理晒所有嘅決定。咁有時都真係都覺得幾孤單㗎，係真㗎呢一樣嘢，因為你全部自己搞掂晒嘛。好啦，咁去到第五個現實就係心理嗰個壓力啦。你會成日諗，咦，下個月夠唔夠客咧？下個月夠唔夠數咧？生意會唔會跌咧？咁呢一啲嘅壓力唔係一時㗎，係長期都有喺度㗎。如果你問我做咗呢幾年，我有冇後悔？咁老實講，當初嗰段時間咧，我真係有懷疑過自己嘅，因為係收入唔穩定啦，咁嗰個壓力亦都大，有時都會諗，係咪揀錯咗咧？咁但係又慢慢去諗翻，我適應咗呢一種嘅節奏，有咗固定嗰個客，亦都清楚自己可以承受到啲乜嘢。咁去到而家，我可以好肯定講一句，我係冇後悔嘅。唔係因為係一定賺得多，而係我自己過緊嘅生活係我自己選擇嘅。做自僱係咪真係適合所有人呢？如果你需要穩定收入、有福利同埋有團隊嘅生活嘅，打工就可能更加適合你。但係如果你好清楚自己係想要一啲嘅自由啦，同埋願意你承擔嘅風險同壓力嘅，喺英國做自僱呢，可能都係一條可以考慮嗰條路嚟嘅。如果你都喺英國生活啦，咁而家又喺度諗緊打工定係自僱呢？咁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啦。有問題嘅可以留言俾我啦，咁我會用我喺呢幾年嗰個經驗去同你分享嘅。多謝你睇到最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